看台南的生态团队利用国家研究院提供的超级电脑，甲病医合作，发展出一套 AI 分析疾病模型，帮助医师做诊断甲治疗。生态团队嘛，正做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头一个病理研究的国际合作的伙伴，咱做伙来了解。AI 分析影像的方式呢，帮助我们对疾病做分类。伫病理影像直接标注这套数位病理 AI 分析模型，除了会当分析影像，也会当侦测人体组织甲病变区域，计算疾病相关的指标，协助医师进行诊断甲分析。那个肿瘤组织它整个的样态，而且它看到的是到我们细胞层，基本上它的发炎情形啦，或者是说它伴随旁边的样态是这样。那对于很多时候你在要跟做一个比较精准的治疗或者药物使用的时候，它就会有帮助。这套系统使用台湾产2号 AI 超级电脑，目前注重伫肝脏肿瘤相关应用，同时也加做美国国卫院第一个病理影像分析的国际合作盘，成果真好，得到今年国研局的研发服务平台亮点成果奖的特优。AI 医疗领域的应用渐渐增加，百亿台团队使用国网声科分平台开发镜子影像的机器学习量化定位系统甲运作，会当提升氧气症治疗精准度，正做今年亮点成果奖的佳作之一。有我们这套系统的话，可以辅助临床医师针对颞叶癫痫这群的患者，在于手术之前的话，可以有更精准的一个定位方式。100多位的病人是来自台北荣民总医院脑电波的检测，很明确。国网的高速电脑或者是一些半导体的，不管是8寸或12寸的那个 open source 的一些制程设备是非常的贵，而且需要人家常年维运的，就放在国研院。国研局旗下的研究中心建立真侪学校，真派单独买贵重的软硬体设施，佮推出研发服务平台亮点成果奖，希望会当以先进的硬体设备来做扩散，协助三观学研各界推出更加侪有全球竞争力的新研发。记者综合报道。